咱掀开咱的信息来吟，今日会中要吟的信息125首，美妙主耶稣。184首，上帝疼痛，他会遐大。605首。靠主恩典奇妙，为咱的保护。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咱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懊恼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着懊恼伊。这是咱起日同齐来敬拜上帝，来懊恼上帝。上帝疼痛，他会遐大。为保守。
满苦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你到伊哩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深心满苦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你到伊哩。为着山谷溪里的水，为着野地秋天的花，为着太阳月亮的光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为着天地美丽的景，为着春天清凉的风，为着清新闪烁的光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我用心心感谢。我用心心感恩阿拉因是你的名作为极大无比，感谢唱歌阿拉无数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为着答你真情所应，为着上主幸福人生，为着心情喜乐平安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我用心心感恩阿拉因是你的名作为极大无比，感谢唱歌阿拉无数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我用心心感恩阿拉因是你的名作为极大无比，感谢唱歌阿拉无数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我用心心。我用心心感恩阿拉因是你的名作为极大无比，感谢唱歌阿拉无数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圣经安尼讲，看要有一个王照公义来做王，要有首领照公平来掌权，要有人亲像闪避风的所在，做恁大雨的位，所避大雨的位，亲像溪流的水伫大地，亲像大石阴影伫掩恶的所在。主耶稣为着咱来降生，为着咱的罪，
袂是理解，伊会疼遮尔深、遮尔宽、遮尔大，伊一生要来引带咱的脚步，咱用心甲敬拜的心来学乐。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，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雨我大，无论雨有我寒，阮一生决心要对伊行。伊会听阮放在心肝内，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。无论人安怎看，阮的心袂变卦，靠耶稣来生活着快活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去到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去到耶稣来作伴，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。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，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有我大，无论雨有我寒，阮一生决心要对伊行。伊会听阮放在心肝内，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。无论人安怎看，阮的心袂变卦，靠耶稣来生活着快活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去到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去到耶稣来作伴，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。是，我要请兄弟来唱，姊妹来祈祷。耶稣引带阮的脚步，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。主，我感谢你，看阮的心，引带阮的脚步。主啊，愿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献上阮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！主你的灵搁大大来充满阮。哈利路亚！充满伫你的会所，充满伫你的囝儿的心内。主，我要献上感谢。哈利路亚！同齐来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去到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去到耶稣来作伴，为伊唱出感恩的歌是，请声。姊妹来吟，兄弟来祈祷。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，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有我大，无论雨有我寒，阮一生决心要对伊行。伊会听阮放在心肝内，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。
天父上帝，阮是何等大的福分，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伫耶稣基督内面有疼来充满阮，伫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信心来引传阮的脚步。主啊，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悬，何等的深，何等的阔，何等的大。阮阁一届用阮诚实的心灵要来敬拜你。主，阮今日的敬拜会当阁一届，互阮的心阁较深，来甲主你来近我。主帮助阮，日日跟对你的脚步。阮无管是拄着顺境还是逆境，总是阮拢是要开嘴来学罗你，因为你是真够活的上帝。你常常引带阮的脚步，阮只献上敬拜甲感谢。学罗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将一切因根归了咱的白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大家请坐。大宽人的囝，恁着将因光开来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因光归予伊，用圣洁的尊他敬拜耶和华。兄弟平安。即点咱做伙用吟诗来学罗上帝，圣诗第125首。请兄弟起立，担任全首，美妙主耶稣。主
请坐。即刻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阿爸爸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你是全能荣光的上帝。你的信息甲慈爱，每早起时拢是新的，每一日拢充满你丰盛的恩典。愿敬虔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赦免阮的罪，洗清阮一切的不义。当阮想要挖苦阮家己的聪明甲气力的能力的时，求你因带帮助阮回转你，会使知你是阮唯一的救主，也是掌权阮生命的主。求主帮助阮将你的话谨记在心，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求你赐下平安甲喜乐，保守伊伫阮中间有辛苦白疼的，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勇敢，加添阮的气力，互阮伫软正当中，永远会使倚靠你，信靠你。愿将教会所有的事工拢交伫主的手中，特别是阮聘牧的事工，相信主会为阮陪伴一个合伫主心意的牧者来无永远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引带落主教会，诚做光甲盐。有主的疼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你的疼是一切的源头。我嘛要彼此相疼，亲像你疼阮一样。阮要用疼心相对待，互阮的性命会当诚做你疼的见证。愿阮今仔日敬拜从头到尾拢有主的同在，互阮的心因为你的话甲真理得到满足，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祝福。愿你感谢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即条咱来启应，信息下面，启文第10诗篇27篇，启文第10诗篇27篇，现场我来去请兄姐来译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；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；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棚内；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；我要伫伊的布棚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。上主啊，我来牢记你，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爸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轻省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。这声着信靠上主。
以上煞只，咱请圣歌队带咱来吟诗。今日要献的诗是因光归三位一体上帝。感谢圣歌队美会歌声，带咱来敬拜上帝。即时请兄姐起立，咱同齐来念新的诫命。请，你着真心、真心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相亲像，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你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现在请坐。即点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第7节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人，迄个造成你的，安尼讲，你毋使惊，因为我救赎你。我捌叫你名召你，你是我的。你对这种经过，我的确甲你相隔伫地。你经过江河，水的确无淹没你。你对火中过去，的确无受烧，火焰也无倒伫你的身上。因为我是耶和华，你的上帝，是以色列圣的你的救主。我已经予埃及做你赎回价钱，予古实甲西巴做你的替身。因为我看你做宝贝，做尊贵，阁因为我疼你，所以我予人替你，予列国的人替你的性命。无得惊，因为我甲你相隔伫地。我要带你的后裔对东方来，阁对西方召集你。我要对北方讲，放出来。对南方讲，无伫拘留，将我的正囝对远方带来，将我的正查某囝对地极带倒来。既然用我的名来称的，是我为着家己的荣光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、所创造的。以上。
要邀请郑俊豪牧师来为咱讲道，伊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：伫我眼中，你遐尔啊宝贵。请郑俊豪牧师。咱大家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上帝，你互阮伫2025年的正月，毋敢若开始有目标，伫新的一年向前，嘛互阮通备办伫旧历新正要来到的时，阮伫教会、伫生活的中间。来孝顺上帝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求你赐福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伫气候变化的中间，上帝亲自顾守，也看顾伫昨甲今仔日要咧考试者的青年，拢会当领受到主的引带，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来成做因一生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。愿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。伫今仔日对捷运站行来到伫咱教会，我总算知影要安怎行路来到伫教会，毋免洗一空遐大空。所以今仔日对德胜街安尼行出来的时阵，看见着菜市啊开始有年货，开始人咧挂布仔灯，伫遐准备要过年。我是南部人，所以阮若细汉过年的时阵，教会拢会讲一句话，讲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咱甲咱边仔兄弟姊妹先拜一个早年，讲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感谢主，我想咱伫即个过年准备要来到的时阵，咱拢真期待，因为咱准备要大饼扫，无论咱的家庭，无论咱的教会，准备拢要大饼扫。大饼扫代表讲。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年要来到。通过安尼，嘛上顶讲，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神，嘛需要大饼扫。透过性命的大饼扫，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眼中迄个上界宝贵的兄弟。咱要分享的代先，我邀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以赛亚书43章第4节。以赛亚书43章第4节，咱台语来读2遍，3来。因为我看你最宝贝、最尊贵，搁因为我听你，再来一遍，3来。因为我看你最宝贝、最尊贵，搁因为我听你。来，华语的我们来念2次，请。在我眼中，你多么宝贵，我爱你，我看重你。再一次，在我眼中你多么宝贵，我爱你，我看重你。感谢主的引带，咱若照教会的整个的节奏，全世界的教会对圣诞节以后，包括天主教堂嘛是同款。伫这段时间，拢是透过以赛亚书的圣经的记载来成做礼拜的信息。我想咱大家拢对圣经拢有基本的了解。一本圣经内底有分新约甲旧约。伫旧约的内底，咱拢知影讲总共有39本。总是伫旧约的中间，以赛亚书会当讲是要读整个旧约的神学一个真要紧的基础。因为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。咱袂输上顶讲
一本圣经新旧约加起来66本共款。所以伫这66章的这个圣经的内底，圣经的学者往往拢会来做一个区分啦。咱的教会有真侪牧师，或者是真侪传教者伫遮的分享中间，有当时会甲咱讲，啥物第一以赛亚、第二以赛亚、第三以赛亚，奇怪，一本圣经它有遐侪以赛亚，这其实拢是咧甲咱提醒讲，一本以赛亚书会有3个部分啦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对第1章到39章，这咱所谓的第一以赛亚；第二部分对40章到这个55章是第二以赛亚。若伫旧年圣诞节的时阵，真侪教会拢真意爱用到56章到66章的记载，也就是第3以赛亚来讲起着圣诞节的故事。所以通过伫今仔日，拄则咱的师会所带咱共读的这个圣经中间，咧用到以赛亚书第43章，这个圣经嘛是咧甲咱讲起着第2以赛亚的一个信息。第2以赛亚往往咧甲咱讲起着一个受苦的罗卜，嘛讲起着以色列百姓因遭受着大大的困难的时阵，伫接续第3以赛亚，耶和华怎样带领因迈向光明，转来到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土地来重新过生活。所以咱重新拍开咱的圣经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，43章第1节到第7节，咱看这个文字，安尼斟酌搁甲读一遍的时阵，会发现着讲，这袂是讲起着类似出埃及的一个记载共款。上帝的拯救要来成做以色列百姓一个真要紧的瓦壳。透过安尼，互咱看起着讲，伫今仔日的经文，若按照圣经学者的提醒，这袂是咧讲起着所谓的第2次出埃及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咱若倒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，咱会发现着讲，上帝咧甲以色列百姓讲话，一开始就先表明讲伊甲百姓之间迄个关系，这个关系真要紧，咧提醒以色列百姓讲，伊就是因的上帝。这个耶和华是以色列百姓的上帝，咧甲因提醒一项事，就是早前恁的祖先是啥物人带恁出来埃及的？通过安尼，互这个百姓过几啊代了后，犹久会当去明白讲，这个上帝无离开因啦。这个上帝虽望因伫苦难的中间的时，上帝犹原亲自看顾保守以色列百姓。所以耶和华也要爱以色列百姓去回想早前上帝怎样去对待因的祖先，因为上帝的拯救，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对埃及出来，会当对忧伤变做快乐，互因会当进入到伫迦南地伫遐来开始有家己的生活。可见上帝互以色列百姓明白讲，伊是因的上帝，带因出埃及的上帝。包括伫今仔日的经文讲起着第3节讲，我已经互埃及做你赎回的价钱，互古实、互西巴做你的替身。咱通看起着讲，以赛亚书虽然迄当阵的百姓已经受掠去到伫巴比伦，但是上帝犹原甲因保留一群人，要互这群人重新转来领受上帝早前对祖先的应允。伫遮咧表明讲，这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这个上帝要将百姓随往已经四散到伫逐所在，但是上帝犹原要将以色列百姓对四面八方都甲因带转来，重新延续上帝的应允。所以咱咧读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特别伫较后壁，咱所谓的小先知，咱拢会看起着讲所谓这个叫做受掠转来的百姓。若用华语的讲法讲，这叫做选民啦，被掳归回的选民。
什么叫做选民？就是上帝已经互一群人保留起来，会当重新转来到伫因家己的土地，重新有敬拜，重新有起圣殿，重新家己有建立家己的国家。那照神的意思，早前遮的祖先，就是因为拢无听上帝的话，无照着上帝的教导，也因为安尼，上帝伫即中间派一群新的选民来重新承接这个应允。所以咱咧看今仔即个圣经真有意思。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，上帝的疼痛袂因为人的过失永远扣现。上帝信实记牢伊对以色列百姓的应允，所以留一群百姓虽然少少，但是即群百姓将来要继续伫即个上帝应允中间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咱若甲今仔日个经文，我邀请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甲今仔日个经文重点看伫第4节。咱单单看第4节，第4节个记载真水，嘛真有意思。伊讲安怎呢？伊讲，因为我看你做宝贝，做尊贵，佮因为我疼你，所以我互人替你，互列国的人替你的性命。咱看这段圣经真有意思，伊讲，我看你做宝贝，做尊贵，因为我疼你。这段圣经若转去到伫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看的时阵，真有意思，就是咧甲咱讲起着，这个上帝有啥呢？有目睭啊！希伯来文咧甲咱讲起着，这个上帝有目睭吼。咧讲起着，即个上帝是有意见、有判断，意思就是讲，即个上帝家己有伊的主张啊。所以上帝的主张就是要照顾以色列百姓。咱台湾人的文化常常拢会提醒咱的亲朋好友讲安怎呢？老天有什么？老天有眼。意思就是讲。天公伯有目睭，上帝有目睭，上帝有目睭，伫即中间咧判断，上帝伫即中间有看见着百姓的困难苦难，通过安尼会当看见着讲上帝的目睭代表伊对什么人有认同，什么人有肯定，因为安那，上帝的目睭若看人的时阵，代表上帝的面咧照咱，所以民数记咧讲一个。大祭司的祈祷讲安怎呢？互愿主耶稣的面安怎的光会当照咱，愿上帝的光的面会当照咱。迄个面的光照咱，咱袂输咧照电光共款。你全身躯大大细细来来外外，上帝拢甲你看甲一清二楚。所以真做是一个祝福，真做是一个真要紧的瓦壳。所以上帝的眼中看咱做宝贝，意思就是以色列百姓。伫上帝的目睭内是被接纳，伫上帝的心目中，以色列百姓是有地位的。所以上帝疼以色列百姓，这个疼范围真宽。若要毁灭也好，也是要自我牺牲的死亡也好，或者是爱付出真大的代价，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拢欢喜甘愿。所以也因为安尼。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疼，延续祖先的立约，通过安尼来证明这个上帝是早伫地的上帝，现在伫地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上帝。这个上帝的慈爱永远无改变。但是咱若等来圣经进一步来看的时阵，咱会看见到一个真有意思的代志，就是以色列百姓，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重视。反映以色列百姓因有价值，是宝贵，所以宝贵透过安尼来去证明讲，这个选民的身份是来自上帝的拯救，百姓世世代代来纪念上帝的救恩，顺服敬畏上帝的信仰。
所以咱若等下到伫旧约的历史看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去知影讲，以色列百姓随梦受掠去到伫巴比伦，但是上帝的固守，通互因会当被照顾。咱伫圣经常常咧讲上帝立约，上帝立约，但是迄个立约，毋是亲像咱伫生活中间咧拍契约共款讲上帝爱照咱的意思啊。圣经咧讲迄个立约意思，就是讲上帝甲咱记条的，上帝遵照伊家己的意思，上帝照着即个契约，伊怎样爱去保护、养饲、引带以色列百姓，伊爱照即个契约来行。所以会当对今仔日的圣经明白讲，上帝爱百姓倚靠伊，也因为只有上帝的大权能会当成做因的拯救。通过安尼，以色列百姓的宝贵，伫圣经的记载中间，通看见到上帝宁愿牺牲，嘛要证明以色列百姓伫耶和华的心目中是偌尔重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信息一个重点，要提醒咱讲，上帝成做咱真要紧的倚靠甲帮助。因为上帝的主爱一直拢伫咱的心目中来成做一个要紧。但是咱转来到伫咱家己的生活，咱家己来思考，咱伫上帝的心目中是毋是同款遐尔重要？等下到伫家己的生活，家己来思考，咱伫上帝的心目中是毋是同款遐尔重要？咱要过年，过年前，咱开始来孝顺上帝对咱的恩典甲作为。面对着生活现实的一面，咱看见着讲，无论对外国际的变化，对内社会的经济，咱的生活有真侪时阵，咱的信心是起起伏伏啊。但是咱感谢上帝的保守甲看顾，互咱会当安全过一年。所以无论一开始拄则牧师讲讲是元旦新年，还是讲旧历新正。包括咱的教会，伫迎接新的一年来到的时，咱来求上帝，互咱有够额的信心，伫上帝的面前来接受，明白咱伫上帝的眼中是极其宝贵。上帝应允咱毋免惊，伊要甲咱同在。上帝将咱的国家台湾，嘛将咱每一个人看作是要紧。咱的生活拢有拄着挑战，生活嘛有真侪忧愁甲艰苦，但是上帝的拯救，成做咱的倚靠甲扶持。虽然生活有真侪困难，但是上帝的引带，互咱毋惊灾害。要过年，我常常拢会甲兄弟姊妹讲，伫早前咱的教会拢会讲，新春过年叫做啥物礼拜呢？叫做清社礼拜。即摆若讲清社礼拜，有的人无一定知影讲这是啥物意思。但是若照较早前的先拜，也是教会清社的意思，就是伫礼拜的中间，一年的开始。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来感谢上帝的恩典，真有意思。因为这若袂输感恩节共款。咱伫过年的时阵，咧孝顺上帝恩典的时阵，咱就爱反过来问安尼咱咧感谢啥？咱咧感谢啥？感谢上帝。但是为什么爱感谢上帝？我真意爱邀请兄弟姊妹倒来到伫家己的生活，互咱的信仰甲生活有关系。
2024年房地产的这个职业，因经一个代表制啊，因为咱台湾这10几年来学日本，每一年年底拢会选一个代表制，啊，各行各业嘛开始学社会讲，啊无咱嘛经一个代表制，意思就是讲，这一年来社会的经济啊是生活的实况，到底是虾米款的咱讲感想。2024年房地产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字是一个“难”字，难了，困难的难，苦难的难。代表讲房地产无景气啊，要买厝的，还是卖厝的，还是起厝的，拢拄到真大的挑战。像讲正有一间教会甲我讲，因爱传10亿建堂，我听我讲哇，这间教会上帝大大祝福。为什么要甲10亿？因为原物料拢上涨。今年一过年上班的时阵去买早顿，大家赶早顿出去办公厅，大家拢安尼面带愁容。我是安那？是都买着什么贵三的物件是？毋是啦，是安那？早餐涨价，加蛋要加5块。加5块啊，毋是直接等5块啊。意思就是拢起价啦。咱看起就讲咱的生活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困难。若拄着生老病死的时阵，有苦难。像讲年底的时阵，我的妈妈结石去蹦石啊，无顺序。这个爱带伊，人有苦难，有困难有苦难，咱人看起就讲一个难字，反映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很多的挑战，也反映出我们每个人是多么的有限跟压力。但是，当现实的生活不断地甲咱挑战，甚至咧甲咱提醒的时阵，咱爱倒来伫信仰的中间，求上帝来保守咱，包括伫教会暂时无牧师的时阵，全体的会友需要被养饲，需要被照顾，需要被引带，信仰的灵命有克服甲憔悴的过程中间的时阵，咱感谢上帝，上帝看顾保守，互咱无外传。咱感谢上帝，虽然伫生活的中间有困难有挑战，但是上帝犹原互咱平安佮喜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诗篇23篇，上帝甲咱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互我无欠缺。甚至带咱行过死荫的山谷也安那毋惊灾害，因为上帝互咱倚靠。像是伫今仔日伫过年前嘛，勉励咱罗州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按照历史的记载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过去咱的祖先捌怪过教会，教会捌因为战争爱暂停。但是上帝的怜悯，伫战争以后，互教会重新开始，代表讲基督的信仰伫罗州是一个真要紧的存在，是一个重新的开始。伫咱等的煞尾诗所吟的圣诗，嘛是咧甲咱提醒：过去无论偌艰苦，过去一年无论有偌济变化甲状况。但是，
咱的教会、咱的兄弟姊妹，嘛通爱会记得，咱伫上帝的目睭内，拢是极其宝贵，因为上帝的主爱永远无改变。盼望伫新的一年，罗州教会，或者是你我每一个人，伫上帝的目睭内是偌尼要紧、偌尼重要，因为上帝的怜悯永远无离开咱。那亲像咱等下要吟的圣诗184首的福歌，迄个福歌安怎讲？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深信我靠，会得以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迄日。咱若看这圣诗真有意思，为什么要讲3遍保守？为什么要讲3遍？因为咧，甲咱提醒，咱伫上帝的目睭内是极其宝贵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恩典甲疼痛，对早前到今，上帝永远无离开阮。感谢上帝你的疼痛，互阮伫过年前通孝顺上帝的恩典，咱会遮大欢喜喜乐互我。但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，包括教会，会当伫接续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，互阮倚靠上帝你的权能，互阮勇敢向前，互阮好胆伸出双手来迎接上帝对阮的应允。愿主你来固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包括罗州教会，拢会当伫上帝的疼痛中间，继续伫主的恩典内底得到成长，得到进步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感谢地牧师美好的信息。即条请兄做起咱这回吟信诗184首，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咱做吟全首。因为我在所见。
请坐。即条咱同心来奉献，请即献奉献三工来即献。请下这起立，来听音奉献的诗。请坐，请坐。煞谢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以赛亚书43章第4节，咱做伙读两遍，请。因为你伫我眼中真宝贵，我看着你真疼你。因为你伫我眼中真宝贵，我看着你真疼你。以赛亚书43章第4节。今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？哦，无好。好，安尼即马我来做教会事工的报告。本会的消息吼，第一点，第一礼拜结束了后，10点半伫教会1楼要举行健康讲座。伊今日的题目是预防行动障碍，长者行动的能力评估。主讲的是咱的苏贞长老，这是马街便医台北社区医学中心来协办的。邀请咱亲戚朋友甲咱的厝边头尾做伙来参加。第二，今日华语礼拜了后12点15分，咱要召开聘牧小组的座谈会。咱要来甲咱郑俊豪牧师三角来交流意见沟通。聘牧小组的成员是咱现任的长老、执事，及咱各团契的首长，请咱大家一定要抽空来参加吼，咱有备办有中昼顿。即下咱代表教会甲地牧师谢谢伊家己分享。第三，咱要索取2024年的奉献证明，请咱爱填写即个申请单吼，并且注明咱的身份证的号码，为着要保护咱个人的各自的安全，咱填写了后，咱亲身交互即个干事。对今日到1月26日杂志。第四，1月29拜三顶晡9点，咱要举行新春的青纱礼拜，邀请咱兄姐。全家咱做伙来教会做礼拜，向上帝献上咱的感恩，并且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咱以感恩的心，孝念上帝恩典，过去一年的锻炼，
时时的保守甲扶持，为着去年的感恩，为着咱今年来预备，奉献伫上帝的这段面前吼。第五，教会有送咱的会友新春的春联，伫个教会1楼吼招待桌遐，咱会使家己去摕送完为止吼。第六，新年度的开始，欢迎咱兄弟星期节是伊奉献的奉献地吼，请大家来遵守主的诫命来奉献，吼，互主来祝福。第七，咱每礼拜三暗时的查经祈祷会吼，因为咱的无像咱的主理的陈牧师吼，伊这段伊的住家比较远吼，所以咱伫无牧师的期间。吼，咱暗时家己7点半来举行咱的查经祈祷会，吼，无师长期拢经要到要11点嘛吼。那么邀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来读经、守望教会、彼此代祷。第八，会计报告，咱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。团契消息部分，少年团契伫今日的第1礼拜结束了后，要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。第二，青少年团契2月15拜六，伊要举行春季的郊游联谊，地点伫台北市儿童新乐园。对象是青少年团契，嘛欢迎其他会友来参加。咱来自行前往毋免报名费，门票甲迄个设施的费用，咱拢家己自费吼。迄天的2月15，迄天的顶晡9点，咱伫教会集合出发。若要家己前往的人，9点45分伫个儿童新乐园的门口来集合。若要报名的人，咱向青年团契的红宇弟兄来报名。2月8号报名杂志。集体相通的部分，嘛请咱兄弟伫咱灵修祈祷时阵，为咱兄弟需要甲咱配幕的。事宜吼，搁有咱为着国际在战争来祈祷。毋知有要补充报告无？接下来请兄弟起立，咱来念信息605首。临时煞请题目师来为咱祝祷。
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保守相通，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